台北市长周万安才打去上海参加到双城论坛，而且来发话，讲希望大家讲到台湾海峡的时阵，所想到的不再是呼啸甲大勇，而是欢迎甲和平。想未到中国的解放军线雄雄宣布针对台湾来做军事演习，周万安是严厉来谴责。陆委会炮轰，讲这就是两面的手法，千万唔通对阿强存在幻想。双城论坛了后，台北市长周万安市政行程无形视察，只是才伫咧中国公开发声，大家伫咧谈论台湾海峡的时所想到的，袂过再是风风雨雨，是欢迎和平。不过，当来台湾了后，中国今仔日就宣布为大军演，而且佫是采取实弹射击。任何造成区域冲突升高的行为，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。为政者也应该要克制，以民为本。谴责对华行动，强调对华爱站在。陆委会嘛来这边，嘛讲双城论坛才当结束，中国就宣布军演，真心设计洗手路，印证台湾人民对中国袂使负受罪期待。只是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，煞搁一摆甲问题指向执政党，认为会引起战争，是因为错误的两岸政策。在野党代表的才是真正主流的民意，我们代表的是台湾人民爱好和平。我们代表的是台湾人民希望能够对国际社会做出更重大的贡献，而不是帮国际社会当炮灰。对这件代志，立法院民进党团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国民党团爱支持国防预算，袂当搁钱。还是要再度的呼吁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，不要只是去上海兜一圈，无视共机共建，随着你后脚跟就来绕台湾。对于台湾国家安全重大的国防预算、军购预算、特别预算，不要再去阻挠了。这个不管时间点有没有刚好啦，大陆对台湾的演习，台湾人民其实都不喜欢的啦。大陆要去思考一下啦。解放军的一场军演带来政治效应，和哪里的反应嘛无同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